好，咁我哋今日咧繼續睇列王紀嘅係啦。咁咧今日俾個題目咧叫喺陰險嘅環境入邊做嗰一個公義嘅決定啊。咁如果記得咧上個禮拜 Pastor Joyce 我哋講到咧就係呢個嘅所羅門登基做王喎。咁佢上一任嘅皇帝係邊個啊？係邊個啊？我聽到好似有好輕輕地一個從神學生而嚟嘅聲音，就講咗大衛。咁其實咧，如果咧你可能你覺得哇好複雜好悶，你其實咧睇《列王記》咧，俾個角度大家睇下，其實係宮廷鬥爭真劇。唔知點樣窒咗？宮廷鬥爭劇，即係你中意我個年代就好中意睇呢個嘅金枝玉葉啊，跟住之後仲有呢個嘅《延禧攻略》啊，係咪？但係可能大家都唔知係啲咩，其實。如果你真係仔細睇咧，可能你一堆字咧睇聖經，你又覺得哇唔明啊！啲人乜都要啲。咁今日咧，你俾咗個角度大家睇，其實咧佢中間啲勢力喺度暗鬥緊。咁而咧上個禮拜就講到所羅門登基啊嘛，咁咪登基做王，大家可能覺得好簡單啦。咁其實唔簡單㗎。你諗下啱啱做皇帝，要穩住自己嘅權力，要點做咧？咁今日就係睇呢一樣嘢嘅，咁就咧，咁但係咧開始之前咧，可能你話哇，即係王啊，做王啊，有政治啊嗰樣嘢，關我咩事咧？咁我就諗起咧一套電影喎，當我預備呢篇講道嘅時候，係咩電影咧？ Toy Story 啊，係啊，咁有冇人睇咗 Toy Story 5未啊？一定有人睇咗嘅。因為我同門六一齊睇嘅係啊，咁所以你哋一定睇咗。但係點解你哋話未睇嘅？我同你哋一齊睇過，明唔明？係啊，咁而家出到第5集啦。咁其實咧，如果你有冇人有睇第1集㗎？咦，有睇啊？係啊，我見到有啲年紀嘅人先會睇第1集，係啊，唔係後面我見唔到你哋舉手啊。咁其實我記得咧，《Toy Story》應該係真係我小學唔知中學時候上嘅電影嚟嘅。咁細個睇就覺得好簡單啦，好笑啦，即係阿胡迪同埋巴斯光年喺度鬥啊咁樣各樣嘢。但係而家睇翻咧，哇，其實都幾陰險嘅喎。中間咧有一幕咧，其實成個Toy Story 1嘅故事係講咩咧？即係反斗奇兵啊，係 Toy Story 就係講咧喺呢個安仔嘅玩具裏面咧出現咗一個新玩具，就係邊個啊？巴斯光年係啦。咁咧原本咧呢班玩具裏面有一個領袖叫警長嘅，就係胡迪。咁啊帶領住一班玩具咧就氹安仔開心咧，呢個就係佢哋原本嘅責任啦，即係安仔就要令安仔開心啦。咁但係咧突然間胡迪出現嘅時候咧，佢又開始咧呢個胡迪心裏面咧就有啲叫做動搖啊，即係嗰個地位被動搖嘅時候咧，就開始出現啲驚恐啊各樣嘅擔心，就驚咧。胡迪就搶咗佢呢個玩具領袖嘅地位。咁中間有一幕嘅，你細個睇你覺得可能冇乜嘢，但係而家睇翻咧其實都幾恐怖。就係咧胡迪咧有一幕咧想將巴斯咧踢落去櫃後面啊。咁做乜嘢啊？因為咧阿安仔咧只可以帶一個玩具去披薩店，而我記憶係，即係其實而家我個仔都係嘅，佢一定要帶架巴士出街嘅，即係佢要陪住佢啊！即係你細個都係啊，你唔記得咗你自己曾經經歷過呢個年代。咁咧佢又以人咁樣，即係呢班玩具就搶邊個？就係安仔最愛嘅玩具。咁咧胡迪好驚啊嘛！哇，到時如果佢食披薩嘅時候唔係帶我，即係我唔係安仔最深愛嘅玩具。咁出於恐懼之下咧，佢又咧將巴士咧希望踢佢落櫃後面，咁啊希望安仔見唔到佢。咁就攞胡迪就去同佢食披薩咁樣，咁但係咧陰差陽錯之下咧，佢又唔小心踢咗佢出窗啊！跟住咧出咗窗之後咧，巴斯就俾隔離屋嘅玩具虐待狂就執咗，跟住咧咁就後尾咁當時咧咁因為咧眾玩具咧就望住胡迪將巴斯踢落窗度，咁咧就佢哋就開始咧就覺得哇！原來玩具領袖胡迪係咁樣噶，咁就開始好多嘢。咁想講咩咧？就係哇，其實你睇一套劇，其實呢個係宮廷鬥，都係宮廷鬥爭，都幾難讀呢個字。宮廷鬥爭劇嚟嘅，即係玩具界喺度鬥爭緊。所以想講咩咧？你覺得可能咧一陣同你講咧，喂，呢個王嗰個王打咩勢力咩？你覺得同自己好遙遠，但係其實唔係嘅。玩具界發生緊，你嘅朋友圈發生緊，你將來工作嘅地方發生緊。甚至你嘅屋企裏面，即係可能一啲屋企裏面唔係咁和諧，或者屋企可能好少少嘅細少少，即係一個你屋企家姐細妹啊，但係喺一個家族裏面都發生緊呢啲陰險嘅事。但係我哋又點樣去處理？今日咧就好想透過經文咧，我哋一齊去睇下
即係所羅門點樣去回應呢啲陰險嘅處境裏面，佢做一個公義嘅決定咯。咁先讀下背景先，就啱啱講啊嘛。上個禮拜就係講到大衛決定，即係佢有兩個仔，一個叫亞多尼亞，一個叫所羅門。所羅門你哋熟啲啦，係啊，即係你哋如果返得教會多都知所羅門最尾做咗君王。兩個就喺度鬥，咁最尾大衛就決定唔俾所羅門做王啦。咁而家咧去到大衛死嘅時候，最尾咧囑咐下一任嘅君王要做啲嘢喎。咁做啲咩？我一齊讀呢度1到12節嘅經文啊。咁就咧多少少經文啊。咁但係我哋一齊專心少少讀啦。1、2、3。大衛的死期臨近了，就囑咐他兒子所羅門說：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遵守耶和華你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書上所寫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這樣你無論做什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耶和華必成就向我所應許的話說：你的子孫若謹慎自己的行為，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斷人坐以色列的國位。你知道洗魯亞的兒子約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殺了以色列的2個元帥，尼珥的兒子押尼珥和益帖的兒子亞瑪撒。他在太平之時流這2人的血，如在爭戰之時一樣，將這血染了腰間束的帶和腳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頭安然下陰間。你當恩待基列人巴西萊的眾子，使他們常在你同席吃飯，因為躲避你哥哥押沙龍的時候，他拿食物來迎接我。在你這裏有巴戶琳的便雅憫人基拉的兒子示每。我往馬哈念去的那日子，他用狠毒的言語咒罵我，後來卻下約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華向他起誓說：我必不用刀殺你。現在你不要以他為無罪，你是聰明人，必知道怎樣待他，使他白頭見殺，流血下到陰間。大衛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大衛作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倫作王7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所羅門坐他父親大衛的位，他的國甚是堅固。好，呢度咧就重新 recap 一下上個禮拜 Joyce 講嘅嘢啦。咁就主要係亞多尼亞，即係哥哥同埋細佬爭權啦。咁咧其實咧我哋要小心一啲嘅就係，其實咧哥哥啦，即係哥哥容易啲，因為啲名咧可能比較複雜。哥哥咧就去做王，其實合唔合理㗎？你覺得咧？係啊，通常如果你睇啲即係啲皇帝，其實太子就係俾長子㗎嘛，即係。呢個嘅亞多尼亞作為哥哥，其實佢真係有長子嘅名分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成個以色列裏面咧，其實咧大家都覺得合法嘅繼任人咧就係哥哥亞多尼亞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從哥哥嘅角度咧，其實佢都係諗緊，喂，我都係有大衛嘅血統啊，我又係哥哥。咁今日我去承繼呢個以色列嘅王朝，都係好合情合理合義嘅事情，但係爸爸就一直唔肯做，即係父王啦，或者用爸爸，即係爸爸就親切少少，唔肯做呢個嘅繼任人嘅決定。咁不如咁，我幫爸爸做呢個決定，係啦，我親自就去拉巴結人物，即係後尾咧就巴結咗後面大家見到幾個人名嘅約押，代表軍權啊，係啊，即係一堆軍人就同佢一齊。另外呢度講另外一個人亞多尼亞，即係祭司，就係2個宗教勢力同埋軍事勢力同我埋一齊，然後我就起義，然後延續大衛嘅王朝。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呢啲經文嘅時候會話：哇，哥哥好似好衰咁，你喺度謀朝篡位。其實佢唔係謀朝篡位嘅，佢係諗住我去延續大衛，繼續即係神俾佢嘅國度嘅王朝嘅啫。
但係咧，其實佢冇諗到一樣嘢，就係其實中間咧，佢雖然有血脈有道義，但係佢靠嘅係咩啊？靠手段，係啊，巴結人物，靠時機，靠聲勢。佢當時如果你記得上個禮拜 Pastor Joyce 講咧，佢就開咗個 party 啊嘛，請咗啲佢 friend 嘅人，但係冇請拿單先知，冇請呢個嘅所羅門，冇請人，即係開始就自己去分裂咗呢個國家，然後咧就靠自我嘅能力去做，去建立呢個王朝。咁所以其實咧，佢一直就覺得，爸爸你唔肯定我自己靠自己嘅努力去賺取你嘅肯定。耶和華唔膏立我啊嘛，咁我咪用我嘅手段去爭取神嘅膏立。但係咧，其實咁嘅方法咧係唔會有長久嘅平安同埋安穩。所以咧後尾我哋就見到啦，後尾係神去膏立咗所羅門去做繼任人啦，而大衛咧依度就俾咗所羅門一個嘅位份。簡單啲嚟講，如果你讀完好長咧，我簡單總結。開頭嘅時候就叫所羅門你要遵守神嘅律例。簡單啲嚟講，即係叫佢睇聖經，要佢靈修。係啊，今日係啦，近排門伯要努力啲靈修啊，好多經要抄啊，係啊，即係呢度講一句啊，係啊，即係努力靈修。即係其實講緊呢啲嘢係啊，即係其實開頭大衛就叫所羅門，即係你要努力靈修、睇聖經、遵行神嘅説話。然後後尾咧，你又叫殺邊個殺邊個，就係大衛喺佢卸任之後，佢話有啲嘅政敵佢要處理。咁咧，我想咧大家咧啱啱咧去讀完之後咧，你就有一個問題一直喺呢個腦裏面，就係所羅門有冇聽大衛講？係啱啱講開頭第一段就係講話要去聽耶和華嘅吩咐啦。第二段就有啲政治處理嘅問題係啦。咁啊，我想問，即係你聽今日呢篇道嘅時候，你又諗所羅門有冇聽大衛嘅吩咐啊？咁你又依落背景好，咁開始啦。我哋入到去今日嘅經文啦，係咪？其實已經入咗啱啱嗰啲背景先。今日第一個重點咧就係咧，心懷險惡嘅人啊，最終會因為自己嘅私欲去滅亡。咁我哋一齊咧讀之後呢度嘅經文。咁我簡單俾少背景你先啦，就係所羅門登基啦。咁佢要處理第一個問題咯，就係佢哥哥曾經去謀朝，即係要去同佢鬥呢個皇位。咁作為細佬嘅所羅門登位之後，咁佢又可以有好多嘅決定嘅。佢可以懟冧哥哥，咁就話安穩啦，即係除去一個嘅政敵，或者佢俾哥哥繼續安穩地生活。咁但係咧就可能會有後患嘅咯。咁但係咧所羅門咧決定咗做一樣嘢嘅，就係俾哥哥繼續喺耶路撒冷，即係喺首都度生活。咁但係咧哥哥咧有一日就揾咗所羅門嘅阿媽，即係拔示巴，講咗啲話喎。咁咧之後就發生而家嚟緊讀嘅事啦。咁我一齊讀呢度13到18節嘅經文啊。好，1、2、3。哈及的兒子亞多尼亞去見所羅門的母親拔示巴。拔示巴問他說：你來是為平安嗎？回答說：是為平安。又說：我有話對你說。拔示巴說：你說吧。亞多尼亞說：你知道國原是歸我的，以色列眾人也都仰望我作王。不料國反歸了我兄弟，因他得國是出乎耶和華。現在我有一件事求你，望你不要推辭。拔示巴說：你說吧。他說：求你請所羅門王將書念的女子亞比煞賜我為妻，因他必不推辭我。拔示巴說：好，我必為你對王提說。好，咁呢度咧提及咗一個人啊，亞多尼亞就揾咗所羅門阿媽。就話我要一個女人，係啊，嗰個女人叫咩名咧？就叫亞比煞。咁啊，小六可能唔知嗰個人係咩啊？就係因為咧大衛王咧臨終嘅時候咧，即係佢治理能力都有問題啦。即係今日即係人老咗咧，佢嘅生理機能開始退化咧。咁其中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唔夠暖啊，即係瞓覺嘅時候好凍喎。係啊，哇，好凍好凍好凍。咁今日你好凍會點㗎？冚被咯，係咪？係啊，但係冚被佢老咗啦嘛，佢個人唔識，即係開始唔識發熱啦，即係開始即係機能減退，咁就諗咪開暖爐咯，咁啊係咪？即係我哋今日咁，但係當時呢個古代唔會有暖爐呢樣嘢嘅。咁當時啲神僕咧就提咗一條橋，係咩咧？就幫王取一個妾，咁嗰個妾就叫亞比煞，然後就瞓喺大衛隔離幫佢取暖。咁所以有人咁樣講笑嘅就話，其實亞比煞係一個人形暖水袋。
係啊，咁其實都真係幾似嘅，係啊。咁但係其實咁呢個聖經咁樣形容啦，但係其實唔單止，如果用真係今日現代嘅言語咧，其實一個近身看護啊，即係大衛冇辦法治理自己啊嘛。咁所以當時嘅臣僕就不如幫佢取一個妾，然後去即係貼身照顧大衛王嘅需要啊。咁包括埋陪睡同埋呢個嘅取暖嘅功用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其實就係大衛王臨終前最後一個女人。係咁，你記得亞比煞嘅身份就係大衛王臨終前最後一位女人啦。咁喺古代社會咧，今日咧好講人權嘅，咁但係喺古代咧唔係咁嘅。人咧係即係特別女性啦。嗱，我呢句嘢唔係我認同嘅嘢，因為依個係一個古代社會嘅嘢，即係人係呢個嘅女人同埋臣僕或者僕婢係一個人嘅財產嚟嘅。咁所以當陣時咧，其實如果按照翻規矩咧，呢個亞比煞係大衛嘅財產啊嘛。咁而家所羅門替代咗大衛，咁而家亞比煞係邊個嘅財產啊？所羅門都好簡單。咁而亞多尼亞咧就去到所羅門面前就，我想求一樣嘢啫，我要一個女人，嗰個女人名叫亞比煞，就係大衛最後臨終前娶嘅妾侍。咁咧咁就其實咁就拔示巴就冇乜問題，好小事啫，一個小女人有咩問題咧？咁就諗住幫佢為佢去求啦。咁但係咧，其實件事一啲都唔簡單。咁我哋一齊繼續讀落去咧，呢個嘅所羅門王有咩反應咯？我一齊讀。於是嗰度開始啊，1、2、3。於是拔示巴去見所羅門王，要為亞多尼亞提説。王起來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為王母設一座位，他便坐在王的右邊。拔示巴説：我有一件小事求你，望你不要推遲。王説：請母親説，我必不推遲。拔示巴説：求你將書念的女子亞比煞賜給你哥哥亞多尼亞為妻。所羅門王對他母親説：你為何單替他求書念的女子亞比煞呢？也可以為他頭割吧。他是我哥哥，他有祭司亞比亞他和洗魯亞的兒子約押為輔助。所羅門王就指着耶和華起誓説：亞多尼亞這話是自己送命。不然，願神重重地降罰於我。耶和華堅立我，使我坐在父親大衛的位上，照着所應許的話為我建立家室。現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亞多尼亞今日必被治死。哇！所羅門好大反應喎。所羅門話要處死佢哥哥亞多尼亞。咁你都可能話好小事啫，一個女人。然後要賜俾佢嘅哥哥，咁但係咧，其實咧亞多尼亞呢個要求咧，表面上好似好簡單，但係其實咧意圖一啲都唔簡單啊！因為咧，其實咧，你見亞多尼亞咧都係一個好有計謀嘅人，佢要亞比煞，佢唔係自己走去揾押沙龍講，佢揾咗佢母親去講，其實係諗住做咩咧？降低所羅門嘅戒心啊！係啊，咁同埋咧，你見咧介紹亞比煞嗰度咧係好輕描淡寫嘅書念嘅女子亞比煞，但係其實有第二個介紹嘅大衛王嘅妾呢個嘅亞比煞，係咪好唔同啊？兩樣嘢係啊，其實咧呢度咧講緊嘅咧就係其實亞多尼亞咧佢諗緊嘅就係哇，我冇咗個皇位，我都想有啲嘢揸手，有啲咩揸手咧？就有翻個女人喺佢身邊。咁然後咧個女人係邊個咧？就係大衛王最後一任嘅妻子。然後就出去同人講咩啊？就係出去同人講翻上面呢一句説話啦。呢個國原本係歸我㗎，嗱全個國家嘅人都仰望我作王。嗱而家亞比煞都係我啦，即係其實亞比煞嘅存在就係話俾人聽，就係原本應該係我作王。但係而家啦國反歸咗所羅門啦，因得國係出乎耶和華，佢冇反對耶和華喎。但係佢話係你從我手上意外，從耶和華手上，從耶和華嗰度得着呢個皇位啫。但係咧，所羅門就好簡單啦。如果你睇翻24節，我 highlight 咗啦。所羅門同你講，唔同你講血統，唔同你講聲望，就係耶和華堅立我，就係咁簡單。今日皇位喺我手上，你唔認同呢樣嘢，你真係有一日會有造反嘅心。其實呢度所羅門睇得好清楚，就係亞多尼亞其實佢嘅心仍然有個反抗嘅心喺裏面，所以其實就
不容呢個嘅敵對勢力喺度繼續滋生，就要將佢致死。所以咧，表面上係因為所羅門，表面上係我覺得係所羅門治水嘅，但係其實最終係因為亞多尼亞自己嘅心嘅執着，佢要去爭取呢個嘅皇位，然後就被呢個私慾去自取滅亡。而其實所羅門，如果你啱啱一開頭講咧，其實已經俾咗機會佢，你安分守己喺耶路撒冷裏面繼續生活。其實喺耶路撒冷生活都好俾面佢噶啦，因為其實可以發配邊疆噶嘛。你去其他地方生活，但係所羅門俾佢繼續喺呢個嘅以色列嘅核心勢力裏面去生活。但係當佢咁樣做嘅時候，其實就代表住佢唔願意放低自己嘅執着，對皇位嘅執着，所以就被自己嘅私慾去殺死咗。咁所以其實所羅門即係一方面，當然呢個係一個所羅門嘅決定，但係都係所羅門都迫於無奈要去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去到殺滅自己嘅哥哥。咁咧，當我預備呢篇信息嘅時候咧，我又諗起一個經典嘅電影人物啊，係邊個咧？黑武士係啊，因為大家知唔知係咩電影啊？Star Wars係啦，係啊。咁我點解諗起呢一個電影咧？係啦，其實如果你冇睇前傳咧，梗係 Star Wars有前傳同正傳噶嘛。正傳一出現咧，就係黑武士代表住帝國軍，然後就去殺害，就去侵佔成個星球、成個宇宙啦。咁黑武士就即係殺咗好多人啦。咁但係如果你知道黑武士嘅背景咧，其實黑武士原本係光明一面，即係其實佢係反抗軍嗰邊嘅人嚟嘅。咁其實見佢最細個嘅時候係一個好小朋友啦，即係好驚各樣嘢，因為其實佢係一個貧民窟裏面去出世。咁但係後尾咧，見到佢裡面嘅潛能咧，咁就呢個嘅反抗軍嘅其中一個組織叫做絕地武士，即係你見攞住把槍，穿嗰度打嚟打去，咁樣嗰個好勁嘅勢力軍團咧，咁就收留咗佢，然後教導佢各樣嘅叫原力使用啊，即係呢個武士，即係佢哋嘅即係點樣去攻打其他人啊。咁之後咧，但係因為咧佢嘅 anger， 即係佢嘅憤怒，同埋後尾咧因為佢驚佢嘅妻子離去，同埋佢憎恨住一啲反抗軍裡面嘅一啲嘅少少嘅叫迂腐嘅行為啦，然後慢慢一步越走越差，最尾就成為咗呢個黑武士。咁其實點解會成為黑武士咧？其實係因為佢最終咧同佢師傅打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前傳最尾嘅打嗰一幕，打嘅時候佢輸咗啦，然後喺熔岩裡面佢咧四肢冇咗，一個面容毀晒。咁就即係諗住佢會死啦。咁但係咧呢個嘅帝國軍即係黑暗面嘅人咧，就將佢救起上嚟，然後就將佢呢一套黑武士嘅維新嘅盔甲裝喺佢身上，然後咧佢就成為咗呢個帝國軍最強嘅黑武士。咁想講咩咧？其實咧亞多尼亞咧，你一睇咧可能哇係一個奸角，係啊，我話哇好衰啊！佢同所羅門鬥即係點咧？但係其實如果你原本諗下。其實原本佢心好簡單嘅，佢諗住啊，如果大衛即係我原本個王朝係我噶嘛，而家突然之間所羅門攞咗呢個皇位，係啦，跟住佢就放唔低呢個執念，然後佢就一步一步，就好似呢一個過程咁樣，係就完全係我嘅黑化嘅過程。所以咧今日咧我哋要好小心啊！咁你可能咧我今日同你講咧，即係哥哥亞多尼亞，你覺得同自己好遙遠，話我點會變成一個咁黑暗嘅人？但其實你唔知嘅。每個人生命裡面嘅少少黑暗，你讓佢滋生，你讓佢喺你生命裡面去存留，一步一步越行越遠嘅時候，你就成為咗，你就讓佢去佔領你嘅心，然後最尾開頭可能只係一點，慢慢就佔領咗你整個嘅生命。就好似呢度亞多尼亞，最尾其實俾咗機會佢，佢都唔願意珍惜，或者好似呢個黑武士一樣，佢最尾成為咗一個殺害好多人民嘅即係星球間見到人令人畏懼嘅存在。咁佢最尾係洗白翻嘅。咁但係你自己睇啦，係啊，即係嗰個星戰嘅故事。咁但係我估應該有冇人睇晒成個星戰系列啊？喂，得阿哲有喎，係嘛？係啊，成個星戰系列，其實最尾佢係洗白翻嘅，係啊，咁但係我唔講呢個故事啊。星戰係一個經典啊，值得我哋再去回味一下，係啊，咁就呢個
好啊，咁就講到呢度啦，係咁，所以咧就讓我哋知道啊，真係唔好俾呢啲黑暗喺我哋心裏面，而係咧好好地去面對，讓到咧我哋咧好早地已經去咧處理我哋生命裏面嘅黑暗。咁第二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教權謀手段去治理，帶來平安同埋穩定。咁呢個咧就真係所羅門再登基之後佢做一系列嘅政治手段啦。咁但係咧我先講先就係政治手段咧，大家可能覺得哇好邪惡喎。好差咁，但係我呢度冇負面嘅，係即係所羅門作為一個君王，佢一定有佢嘅手段要去做嘅。咁但係我比較中性地去用呢個字啊，咁所以咧你又唔好好負面咁樣去睇嘅權謀啊手段啊，因為你喺一個國家嘅層面裏面咧，其實係一個好中性嘅字嚟嘅。咁但係就佢點樣去做治理帶來平安同埋穩定咧？咁我哋講第一個先，係啊，啱啱講到啊嘛，喺個亞多尼亞就瓜咗啦，係啦，即係俾所羅門判咗死刑。咁又起碼有兩個人為佢站邊嘅。第一個就係祭司亞比亞他，第二個就係呢個嘅元帥約押。咁第一個亞比亞他喎，咁所羅門點樣去做治理咧？我哋一齊讀26、27節嘅經文啊！1、2、3，王對祭司亞比亞他說：你回亞拿突歸自己的田地去，你本是該死的。但因你在我父親大衛面前抬過主耶和華的約櫃，又與我父親同受一切苦難，所以我今日不將你殺死。所羅門就革除亞比亞他，不許他作耶和華的祭司，這樣便應驗耶和華在示羅論以利家所說的話。呢度咧簡單嚟講就係所羅門顧念亞比亞他嘅恩情，然後咧就放佢翻去鄉下。然後咧就喺鄉下裏面咧去過佢嘅生活。咁咧其實點解會咁樣去做咧？咁回顧翻咧大衛王朝建立嘅過程咧，咁其實大衛喺建立王朝嘅時候咧，佢上一任皇帝叫做掃羅，咁掃羅追殺佢。咁你俾人追殺，你會點啊？走啦，係啊，咁走啦，係一定走佬噶啦，係啦。咁走嘅時候咧。佢呢個右手邊嗰個係大衛啊，左手邊係亞比亞他嘅父親，係啊，咁佢走咗去亞比亞他個爸爸嘅屋企嗰度，咁佢喺屋企係個祭司啊嘛，然後就收留咗佢，咁所以咧就逃避掃羅王嘅追殺，咁所以簡單嚟講，即係亞比亞他嘅家族蔭庇咗大衛，以至後面大衛王嘅興起，咁所以所羅門記得呢件事。所以就顧念恩情之下，就唔去殺亞比亞他，就算佢曾經有叛變嘅心啊，但係只係做一個行動啫，就係俾佢要發配邊疆，就去到翻去鄉下裏面，離開耶路撒冷政治嘅核心，然後就唔好再掂政治啦，係啊，祭司都唔可以做，咁你過你自己嘅生活，就係咁簡單。咁所以所羅門呢度做咩咧？軟性統治，係啊，即係一個軟性對待亞比亞他。俾佢見到啊，原來所羅門王係一個有恩情嘅人，即係話俾眾人知。咁所以大家見到啦，亞比亞他佢執包袱離開耶路撒冷嘅時候，大家就會話：所羅門係一個顧念恩情嘅君王。呢個第一下係啊。咁第二啦，約押又點咧？咁呢度好多經文啊，我唔讀啦，係啊。咁約押知道咧自己大難臨頭啦，因為佢投靠嘅亞多尼亞已經死咗啦嘛。佢第一時間即刻避難，但係佢知道一樣嘢嘅，就避唔到大衛王嘅統治，即係成個國家都係所羅門王，係所羅門嘅統治，所以佢決定做一樣嘢，逃去邊咧？逃去聖殿，係啊？點解咧？因為聖殿係神聖嘅地方啊嘛。佢就諗住所羅門王你唔夠膽喺聖殿裏面懟冧我嘅，咁所以佢就逃去聖殿嗰度啦。咁但係咧，咁佢後尾，咁但係咧，所羅門真係依下就好狠心啦。佢就真係喺聖殿裏面就殺咗約押，就係咁樣去殺咗約押啦。咁但係咧，點解要去殺約押咧？咁如果你記得啱啱咧大衛嘅吩咐咧，其實大衛吩咐所羅門最尾係要殺死約押嘅。咁其實點解咧？咁我哋睇翻少少歷史啊。咁呢個唔係所羅門，呢個係大衛，即係坐喺皇位上嘅係大衛王啊。咁下面嗰個係約押啦，約押係一個元帥啦。你見佢攞住啲刀啊，即係一個軍裝。咁其實約押咧同大衛之間嘅關係咧係好複雜嘅。點解咧？
咁其實因為咧約押咧殺死咗大衛另外一個兒子叫押沙龍，咁今日已經唔見咗啦，因為咁啊押沙龍又係咩？其實大衛啲仔都好複雜啊，即係一個就叛變，咁再之前有另外一個仔又會叛變，咁咧咁就其實咁叛變咗啦，以致咧大衛要離開首都避難，即係其實一個好大嘅叛變啦，即係押沙龍帶嚟咗一個好大嘅叛變。咁但係咧後尾就平定咗啦嗰樣嘢，咁但係平定嘅過程裏面咧，約押做咗一樣嘢，殺咗大衛個仔，係啊，即係真係用刀殺咗王嘅兒子，就咁殺咗，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大衛曾經落過個 order 嘅，就話唔可以殺佢，係啊，唔可以殺。咁但係約押唔理，即係我掌握住軍權啊嘛，我中意做咩就做咩，就殺咗佢個兒子。咁其實咧，大衛就心裏面唔認同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但係咧，當翻到去王朝裏面去處理翻啲後續嘅事件嘅時候咧，咁啊約押咧直接就鬧大衛，係啊，即係話你昏庸，係啊，你知道個仔繼續存在，成個國家就內戰㗎啦，就分裂㗎啦。你係咪想國家分裂啊？而家我幫你搞掂咗個內亂，你仲要咁樣話我？即係真係直接咁樣指責大衛，咁但係都係大衛咧，其實明白呢個道理嘅，但係佢唔狠心。咁但係約押就幫大衛做咗呢個決定，咁所以你明白其實大衛就知我一定要做呢個決定嘅。如果我唔做呢個決定，我個王朝就冇嘅。但係佢又唔狠心做，最尾約押幫咗佢做。咁所以咧，其實你啱啱見咧大衛遺訓裏面咧，佢話要殺約押啊嘛，個罪名佢冇講過話係因為佢殺咗自己個仔。佢話佢殺咗2個元帥，但係其實係同一件事，其實係同一件事。但係大衛嘅講法就話唔係因為你殺咗我個仔，係因為你殺咗個元帥。咁但係個元帥點解約押要殺啊？又因為約押就後尾咧，因為呢件事咧，大衛就貶咗約押職，就話你唔可以做元帥啦，立第二個人做元帥。咁約押 OK 冇問題，你俾佢做啊。咁約押之後做咩啊？暗殺咗呢個元帥。係啊，即係你明嗰個複雜啫，個政治複雜就係咁樣。咁大衛冇計啦，即係話你強硬到咁，我俾翻你做元帥。咁但係大衛一直記呢件事，記到佢死。佢死嘅時候就吩咐所羅門，但係約押呢個人唔留得，然後就去處決佢。咁所以你明其實呢個係一個歷史留落嚟嘅問題。然後大衛就吩咐所羅門處理呢個問題。咁咧，所羅門咧就好直接啦，即係覺得呢個即係軍權喺約押手上都好不穩，就趁呢個機會攞翻嚟，所以就非常強硬地，就算約押逃到入去聖殿咁神聖嘅地方，所羅門都唔理，就懟冧佢。咁所羅門都趁機去奪回呢個嘅軍權啦。咁所以你見所羅門其實係一個好有治理手段嘅人，係啊，識得用軟嘅對待祭司，用硬嘅對待元帥，就係咁樣去做啊。咁第三個啦，示每啦。咁呢個又簡單嚟講咧，示每係一個曾經羞辱過大衛嘅人，係啦。咁就去羞辱過大衛啦。咁就係講翻喺押沙龍事件裏面咧，咁就佢曾經羞辱大衛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度咧背後咧，示每咧唔係代表緊一個人啊，代表緊一個勢力。係啊，便雅憫人嘅勢力。咁其實值得有一件事去講嘅就係咧，示每咧喺即係大衛落難嘅時候咧，咁就曾經鬧過大衛啦，就話：哇，你係即係你就謀朝篡位，攞咗掃羅嘅位，咁等等，咁就羞辱過佢啦。咁但係當咧大衛咧搶回天下，然後得權嘅時候咧，咁示每做咗一樣嘢，就話死啦！我曾經鬧過大衛喎。哇！佢會唔會懟冧我㗎？好驚，好驚，好驚！咁佢做樣嘢咩？就係大衛回朝嘅時候咧，佢又去賠罪喎。佢話：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大衛，我做錯嘢啦，我做錯嘢。嗰陣時講嘅嘢係錯㗎啦。咁但係咧喺賠罪嘅過程裏面咧，佢做咗咩咧？佢帶咗1000個便雅憫家族嘅領袖喺佢後面，係啦。就去話就同大衛賠罪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咁但係當然呢幅圖我特登咁做嘅。你見後面啲人咧全部立晒架撐咁樣做。咁當然當時個情況一定唔會立架撐嘅。但係其實咧，示每佢做緊咩啊？其實佢個賠罪背後就同緊大衛講：我同你賠罪，如果你唔原諒我，後面啲人就喐你㗎啦。係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
咁大衛你見佢好無奈嘅，呢度大衛有個無奈嘅樣，就話啱啱押沙龍嘅混亂叛亂喺度發生完，個國家咁混亂嘅情況下，你帶住1000友過嚟同我賠罪，我點可以唔恕罪啊？咁所以就後尾講我唔殺你啦，翻去穩定咗，其實代表講緊北方勢力，係即係講緊以色列北方嘅勢力就穩定咗落嚟。呢個係大衛，大衛又記得呢件事啦。然後死之前，示每要死，係啊，就係咁樣。咁所以後尾咧，其實咁所羅門係咪即刻就話示每嚟，跟住死咗佢？冇，係啦。所羅門咧叫咗示每嚟，同佢講一樣嘢，就係而家你喺耶路撒冷裏面住，唔可以離開耶路撒冷。你離開耶路撒冷嗰一日，你就會死啦。即係其實就定咗一個佢生活嘅界限，就話你唔可以聯絡北方嘅勢力，然後你就喺度安享晚年啦咁樣。咁啊後尾發生咗件事嘅就係佢一個即係示每嘅有一個僕人咧，就逃離咗佢自己屋企。咁示每咧就為咗追翻自己嘅財產，即係呢啲僕人咧就離開咗耶路撒冷。咁咧啲歷史啲聖經學者咧就估計其實佢冇心去叛變嘅，但係真係為咗追自己嘅財產。但係佢就真係離開咗耶路撒冷，而所羅門就因為呢件事就殺咗示每，因為其實即係王嘅一句説話就一定要去實行，咁所以最尾就懟冧咗示每啦。咁啊成個，咁所以你見到咧，所羅門真係講咗咁耐啦，即係逐個人同你講所羅門點樣去處理。我想講咩咧？其實你見到所羅門嗰個手段同埋嗰個治理幾咁嘅高明。即係大衛吩咐咗佢做嘅嘢，佢話唔係爸爸吩咐我做咩，咁我就做咩，執行晒就完成。唔係，佢每一樣嘢執行完都能夠達成咗佢嘅政治目的，並且穩住咗整個嘅以色列國嘅勢力。咁所以咧，其實咧見到咧所羅門嗰個手段，咁大家值得睇一樣嘢。但係所羅門建立嘅，即係佢用咁樣嘅手段，其實你見後尾咧。一直講落去就所羅門建立咗一個太平盛世，但我想講咧，呢個太平盛世只係維持咗40年，然後所羅門完咗，佢下一任嘅即係佢兒子登基嘅時候，個國家就分裂。咁後尾如果你熟以色列歷史咧，就分咗南北兩個國家。咁後尾一直演變落去，有機會就再同大家講。咁其實我想講咩咧？其實我最尾想講呢樣嘢，靠權謀手段治理。其實帶來嘅只係暫時嘅平安同埋穩定，係好正喎！你見到喂所羅門咁高明，後尾佢即係國富然後平安，但係其實所羅門看重嘅係咩咧？只係國家嘅穩定同埋財政，然後佢就覺得呢啲係佢最重視嘅嘢。但係其實呢啲嘢都只係平安同埋只係暫時性嘅啫。其實如果你真係聽翻，即係我開頭嘅時候俾咗一個問題大家啊嘛，佢有冇聽大衛嘅吩咐啊嘛？其實聽晒，但係就係冇聽開頭嗰段，就係你去遵守耶和華嘅吩咐、律例典章。成個列王紀第2章裏面冇提及過所羅門佢點樣看重耶和華嘅吩咐，甚至咧如果咧去到後尾嘅時候咧。呢度我先少少講啦。其實如果去到第3章咧，呢度係啊，所羅門佢就同埃及王法老結親嘅。再下個禮拜都係我講嘅，但係我預示少少先啦。係啊，其實如果你睇翻聖經咧，其實所羅門一直咧將佢愛耶和華或者遵行耶和華律法咧，同佢嘅政治手段綁連得好緊密。所以其實佢冇看重，佢看重耶和華嘅律例係希望去治理自己個國家啫。但係若果你睇翻聖經裏面大衛最尾講，我哋讀多一次呢度黃色大衛同所羅門最尾講嘅嘢，我哋一齊讀1、2、3。照着摩西吩咐摩西律法上所寫的行主的道，謹守他的律例誡命典章法度，這樣你無論做什麼事，不拘往何處去，盡都亨通。呢度咧大衛講所有事你都要聽耶和華，但係所羅門其實好明顯覺得耶和華嘅律例係作為一個穩定國家治理嘅工具，
其實佢冇真正看重耶和華嘅律法。所以咧今日咧去到第三嘅重點咧，我想俾大家嘅咧係你輕忽神嘅律例，其實最終自食其果。雖然所羅門帶來一個太平盛世，但係其實佢冇真正帶來大衛王族嘅興起，反而過咗佢嗰一代之後，就成為咗佢國家嘅覆滅，就去行下坡行落去。所以咧最尾咧讓我哋知道，即係我哋要看重神嘅律法，唔係當神係一個我哋利用嘅工具，然後就喺裏面。所以其實你見到咧，其實所羅門佢有祭祀、有敬拜、有起埋聖殿添，再後面睇，但係其實佢對神嘅心都有偏差，所以我哋要小心我哋裏面嘅偏差。最尾咧，好想咧就去今個禮拜放榜啊嘛。其實今日講咗咁耐咧，講咗所羅門嘅手段點樣去做，佢有嘅政治資源，佢嘅智慧。其實咧，我覺得咧幾次咧，當我哋放榜嘅時候，我哋都攞住我哋個成績。今個啱禮拜三朝頭早放榜嘅時候啦，一開個成績，我哋每個人都攞住個唔同嘅成績，去報唔同嘅學校，去有啲可能報大專嘅，報阿蘇嘅，報呢個基礎課程嘅，每個都喺度去做唔同嘅打算。其實咧，即係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神俾咗唔同嘅資源、唔同嘅手段我哋，俾咗大衛、所羅門佢一個治理嘅權，咁俾咗我哋可能係一個家庭一個少少嘅工作。但喺呢啲位裏面咧，其實神唔會比較你話點解你做唔到所羅門咁勁啊？唔會，但係只會去問我哋最尾，今日我哋係咪照住摩西嘅律法行，遵守佢嘅律例誡命典章，然後盡都亨通呢？今日咧好想提醒我哋啦，今日有啲少年人啱啱放榜啦，有啲少年人放咗榜啦，而家已經大專嘅時間，有啲少年人嚟緊會面對放榜啦。其實咧，我哋都有我哋所擁有嘅嘢。同埋每一個擁有嘅嘢都係神俾嘅，有時可能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有啲人但係其實我哋都喺神俾我哋嗰一份裏面。但係最尾神呢度要求我哋嘅係咩呢？就係我哋照住摩西律法書上所行嘅，行主嘅道。今日你可以讀五大，或者係咪而家係咪五大㗎？就三大啫。讀三大，你可以係行神嘅道，同埋唔行神嘅道。五大係咪應該五大好尊重少少啊？係嘛？係啊，係咪啊？你可以讀五大。但係你係尊重神嘅道，或者唔尊重神嘅道。你可以讀亞蘇，然後你尊重神嘅道，或者唔尊重神嘅道。今日神唔會去到最後審判嘅時候，神唔會問點解你讀咗亞蘇唔讀咁咯？但係神只會問你，你係咪照住摩西律法書上所行嘅去做主嘅道？但係當然我唔會話即係啲成績唔重要，唔係，呢啲嘢都重要。但係喺最終我哋去向神交賬嘅時候，我哋唔係交緊呢盤賬，而係交緊我哋嘅心今日點樣對待神。所以咧，好想鼓勵咧，我哋每一個少年人，特別係如果你係已經行咗門裏啦，你作主嘅門徒，即係我哋去學習。今日我哋人生唔同嘅境況，即係喺呢個放榜裏面，只係一個階段。將來你嘅工作裏面，都會係你可以選擇係遵神嘅道嘅職員，或者唔遵神嘅道嘅職員。然後聖經教導我哋嘅，只係要我哋去遵照神嘅道，唔係叫我哋讀大學，唔係叫我哋去做 I-Band、做會計師或者做乜嘢，而係要我哋好好地遵行耶穌基督嘅吩咐啫。如果我哋咁樣謹記嘅時候，就唔好咧，好似變咗亞多尼亞，或者其實變到所羅門一樣，只係為着國家嘅穩定而忘記咗遵行神嘅吩咐。我哋喺最尾一齊去祈禱。真係主耶穌，多謝你咧，今日透過所羅門，都係一段咧好多錯綜複雜人物關係嘅一段經文。但喺裏面咧，我哋見到咧呢個咧聖經裏面嘅真實。聖經咧唔係一個溫室，裏面咧去有好多神聖嘅人，然後我哋咧就去仰望，同佢好遙遠。而係聖經裏面咧，每一個人咧都係真實地活喺佢哋陰險嘅處境，或者咧佢哋咧一個咧所咧艱難，或者咧有信有逆嘅處境裏面。而我哋就去學習從佢哋嘅生命，有壞嘅榜樣，亦都有好嘅榜樣，讓我哋去謹守遵行，就經歷你嘅帶領，更加咧讓我哋一生就行喺你嘅律例典章同埋咧耶穌基督你嘅教導當中。將來咧，當我哋去到
去到你面前嘅時候，我哋咧就去坦然無懼地去同你講啊，今日我哋已經去喺我哋人生路上面盡力去行主嘅道。多謝你與我哋同在，同心嘅禱告仰望，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字，Amen。好，咁今日嘅崇拜就到呢度啦。